In recent years, diaconia has found a new importance in supporting the unemployed because, the economic changes and so on, there have been a growing number of those people who are permanently unemployed, too early. Those also with too heavy debts because of this economic situation is changeable. Some people took too big debts and they cannot pay it back. Homeless, although it's a very not a very big number, but still there are some. 当一个人不断的工作，但是还不能够养家的时候，那个问题在哪里呢？刚才主席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贫富悬殊不断的扩张，和美国也是这样。我来自香港，我也是一个新加坡人，我必须承认说，在新加坡，在香港，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当然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一是通过市场分配，第二通过政府，第三个呢是我们慈善事业。那么，因为慈善事业是透过爱心捐献的，属于一种自觉自愿的捐献。那么第三次的分配的时候，不但可以填补因前两次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留下的空白，而且还有改善社会、平衡社会和稳定社会的特殊的功能作用。And I think this is kind of important because the rate at which change is happening and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institutionally means that we have to have a more rapid dialogue between NGOs, religious leaders, market forces, and government. 教父佛教的话，在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方面的不管是捐助的金额还是形式，在全国佛教界的话都非常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少数民族教育领域呢，那我们在重庆的范围内，只要是贫困的少数民族学生，那我们做到了全覆盖。要有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这种慈悲济世的精神。佛教倡导的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是将自己的东西，并且自己也需要的东西施舍于他人，救济一切众生远离贫穷。这个是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就是很多的慈善组织。就是有钱跟色的发起。一条原则是要打破门户之见，慈善工作要面向全社会，而不仅仅是面向自己的会员或者信徒。一呢，就是老龄问题关乎家庭、关乎社会、关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建设是不可以小视的。第二点呢，就是说老龄化的问题，在解决它的同时，也要关注有宗教信仰的老人的特殊需求。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那么在上海，你会感受到社区比重里面有很多的老人，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需要得到慰藉。基金会的管理者，对基金会的管理者，宗教慈善里面基金会的管理者一定要有牵强的。我们现在的慈善就是募集。资金的募集以及项目管理非常的陈旧。9月17日至23日，各全国性宗教团体倡议开展了首次宗教慈善周活动，取得良好效果。这种光不仅能照亮世界，还照亮人心。在人的这种精神上、心灵上，给人一种净化。最后，我宣布，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宗教慈善与社会发展专场顺利闭幕。谢谢大家。